今年清明有4天的连假，都惊到时阵扫墓甲佚佗的人潮招出人，造成大塞车。所以各道客运提前为这个拜六礼拜都开始来大拍节路，总共有14间的客运提供90条线路的优待，上最一逝通仔生105块。清明4天连假就要登场啊！到时阵恐惊会塞车，扫墓加上出去佚佗的人多。互公路总局唔敢大意，协调客运业者祭出优惠措施，而且若是连假期间适用，提早1礼拜扫墓的人嘛有优惠。为了鼓励大家分流，好，所以在3月28、29就有实施这样的优惠措施。总共14间客运业者提供90条路线优惠价，佮加上转乘优惠。以国光客运桃园到高雄来讲，清明只要470，比原价俗100。搁在转至市区的公车免费，搁会当省12块。不过，若是坚持要开车，有地雷的路段，上好爱撇开。我们预估大概从4月1号的下午开始，就会出现第一波的所谓返乡的一个车潮。预估大概从4月5号的大概中午开始，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波返回工作岗位的一个车流。三大容易塞车的公路段，包括台九线苏花、罗南对4月初2透早开始，石北对4月初10下早开始塞；台九线南回公路往台东对4月初2下早到下晡，往屏东对4月初10下晡过了后，上好避免上路。还佫有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伫新竹南寮，还佫有苗栗竹南路段。罗南对4月初2下早9点到下晡3点，石北对4月初10下晡过了后，尽量避开。清明连假的疏运措施和客运的优惠都在幸福公路 App 当中，只要扫一下 QR code 就可以随时带着走。以上是华视新闻林贤、戴荣贤在台北报道。